AI 珠心算開啟兒童智算新時代。喺香港嘅黃大仙區、觀塘區、深水埗區嘅小學 ，AI 珠心算教學正悄然改變孩子們嘅數學學習方式。呢個唔單止係簡單嘅算術訓練，更係一場結合人工智能與傳統智慧嘅思維革命。珠心算一直以嚟都係強化兒童心算能力嘅重要工具，能夠提升計算速度、專注力同埋記憶力。而如今，人工智能嘅加入使其更具互動性與智能化，讓孩子喺學習過程中更有趣、更有效率。透過 AI 輔助，學生可以獲得個性化嘅學習建議，即時矯正錯誤，甚至能透過遊戲同模擬情景提升數理思維。老師們亦都樂見呢項科技嘅應用，佢哋認為 AI 珠心算唔單止提升咗學生嘅計算能力，仲促進咗邏輯推理與大腦開發。學生們喺短時間內能夠習得更複雜嘅計算技巧，並喺競賽同日常學習中展現卓越嘅能力。未來隨住科技嘅進一步發展， AI 同教育嘅結合將更為緊密，為學生開創更多可能性。或許不久嘅將來，呢種新型珠心算學習方式將走向全港，甚至推廣至全球，讓更多孩子享受科技與傳統智慧相結合嘅奇妙算力之旅。我是小朋友，很愛玩遊戲，珠心算很簡單，我們一起學，輕鬆又好玩，像在做遊戲，數學成績好，媽媽小秘密，不怕任何難題，提高我的信心，珠心算讓我變強，每天進步中，只要多練習，數學不再難，學會珠心算真的很簡單。珠算寶，珠算寶，快來幫幫我，在遊戲中學習不會覺得累。珠算寶，珠算寶，我最好的朋友，讓我數學大進步，爸媽都開心。我們一起學，數學變好玩，珠心算好輕鬆，數字變魔法，朋友們來試試，不會覺得難，珠心算很厲害，馬上變強大。珠算寶真好用，天天都想玩，數字就在手中，變得好聰明。珠心算每天練，快樂又精彩，輕鬆掌握技巧，遊戲不簡單。珠算寶，珠算寶，快來幫幫我，在遊戲中學習不會覺得累。珠算寶，珠算寶，我最好的朋友，讓我數學大進步，爸媽都開心。